美女，给我按一下电梯吧。几楼8楼。美女，一起吃个饭没？好啊。喂，大哥，咋的？啊，好了，马上就到。呀，让他不好意思，看点儿的。来。好病。多少钱一条？请上车。请上车。地刷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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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刷卡。拍卖使较快，后壁人要上车咯。我拖起我过来杀我袂杀。对啦，无你交钱嘛。你还较红情，阿姊有你还看可白痴。美女，你让我查一下子呗。啊，不好吧？哎呀，没啥不好的，你让我查，我着急有事儿，行吗？这么多人呢。哎呀，没事的，他们不会看的，我查完我就走了。那大哥来吧。我他妈查手机充电，你以为我查你呀？操！